各位朋友好，我係是非人，係一位正邁向70歲嘅長者。而家好多年青人，佢哋好冇耐性同長者交談，甚至好抗拒去聆聽一啲年長人士嘅忠告。舉個簡單嘅例子，同一句關心嘅說話，如果嗰句說話係出自佢哋嘅朋輩嘅口中，佢哋就會覺得好窩心。但如果嗰句說話係出自長者嘅口中，好多時佢哋就覺得好厭煩。所以我就刻意揀咗一位年青女士嘅畫像作為呢個頻道嘅 icon， 目的就係想打破年青人對年齡嘅成見，願意去聽我一啲對人生嘅體悟。往後我會喺呢度同各位暢談一啲我認為值得分享嘅事，亦會講一啲是同埋非，去反思乜嘢係應該做，乜嘢係唔應該去做。希望喺講事實、講是非嘅過程之中，我哋一齊覺察、思考，我哋一齊成長，一齊共勉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若果我嘅分享能夠得到你哋嘅共鳴，請你按讚、轉傳並且訂閱。多謝你哋嘅收聽。